大家好。今日我會帶你去一個神奇同埋充滿夢想嘅地方，就係鐵道博物館。鐵道博物館內百載春秋，盡藏於此呢個已經超過100年嘅信號燈，正述說昔日嘅流金歲月。呢度唔單止係擺放着火車嘅地方，佢更係一個活生生嘅歷史心臟，見證住新南威爾斯嘅鐵路傳奇。最引人入勝嘅就係佢哋對歷史嘅還原，係館內收藏咗大量火車模型，模擬咗唔同年代嘅火車同埋當年嘅鐵路場景。館藏涵蓋從早期殖民地時代到蒸汽時代後期嘅火車，例如二戰嗰陣生產以標誌性空氣動力學聞名嘅38801號機車，代表咗當時蒸汽動力美學嘅頂峰。後來嘅柴油同電力機車嘅出現，標誌住一個時代嘅轉捩點。呢個唔單止係能源效率革命，更大程度上推動戰後新南威爾斯嘅城市發展。職員陳老伯向我哋說明鐵路系統嘅運作原理。From there, each loco is given its own individual program, so we get them stopping at stations. 佢指出鐵路運行並非只靠機車拉動車廂，而係由動力系統、軌道與導叉、信號調度、保養等多個配置協同，先可以喺高運量之下維持準點與安全。又到問題時間，你哋揾唔揾到呢個火車站喺邊度呢？又係時候向下一個地方出發。坐落於巴色斯特市中心嘅歷史廣場，澳洲礦物博物館位於一座建於1876年嘅校舍建築內。呢間博物館收藏住聞名嘅索莫維爾收藏系列，超過5000件標本，係研究員 Warren Somerville 所有嘅心血。博物館嘅展區收藏咗超過100個深洲礦場嘅珍貴標本，當中包括來自 Broken Hill 嘅礦物。Broken Hill 自1883年發現，一直係全球最豐富嘅原砷同埋銀礦藏之一。呢度展出珍貴同埋色彩斑斕嘅礦物，見證住新南威爾士140幾年嘅採礦歷史。下一個你絕對不能錯過嘅係展館以一具長11.5米、高約4米嘅霸王龍當做軸心展品，展示住地球生命演化嘅各個重要階段。博物館擁有澳洲規模最大嘅琥珀收藏。琥珀係遠古樹脂，長期於地底下埋藏，過數千萬年受到長期壓力，形成有機寶石。呢啲寶藏完美保存咗遠古生物，就好似係凝固咗嘅時光，為我哋打開一扇觀察史前生態系統嘅窗口。又到問題時間。到底呢種礦物叫咩呢？新南威爾士州嘅礦業對澳洲經濟發展起到非常重要嘅影響，從歷史長遠嘅金礦銀礦，到現代能源所需嘅礦物。新南威爾士州一直係推動澳洲礦業發展嘅力量。博物館嘅展覽完美說明咗礦物資源點樣塑造咗深州嘅歷史，並且繼續支持住澳洲嘅未來發展。此處遠不止於陳列之所，佢係一道宏偉嘅門戶，打開咗通往地球新南威爾斯
珍貴生態保護嘅通道，確保我哋得以親身領略造物者係億萬年時光中嘅鬼斧神工。想參加遊戲，請跟住以下步驟提交答案。請去我哋喺影片入面展示嘅地點揾出答案。揾到之後，同答案影張相，記住相入面要有你個樣，上傳張相俾我哋，咁就大功告成。主持人之後會回答你，佢哋會話你知下一步點做，同埋多謝你睇到最後。